小心烫啊！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好吃。你喜欢吃啊？以后我每天烤给你。以后？啊？以后，我们还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像这样坐在一起。没事儿，反正现在在一块儿，你就多吃一点。嗯。你知道吗？这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。哦，不对，是第二个。第二个？嗯。那最好吃的是什么？想知道吗？嗯。我不告诉你。不告诉你。你告诉我吧。不说。到底把碧瑶怎么样了？高兴。是青云弟子张小凡骗取了碧瑶的信任，在下冒着性命危险将法宝夺回，这才前来物归原主，请宗主明鉴。碧瑶呢？碧瑶无恙，但是仍同青云弟子一起，不知去了何处。无言若是有半分欺瞒，便叫我被本门万蛇谷疟疾而死。如此说来，倒是要感谢你原物奉还了。宗主客气了，在下此来还有师门的一道口信，望与你结为同盟。如今各派如同一盘散沙，奉还伤心花与天书，正是为了表达我万都门结盟的诚意。伤心花和天书本来就是鬼王宗之物，你拿这个来与我结盟，若非晚辈从青云弟子手中夺回，此刻伤心花与天书多半已落在青云手中。于都城里，师傅他老人家错下判断，得罪了贵派与碧瑶小姐，还让我代为转告，
望宗主见谅。伤心花是不是你夺回来的？姑且不论，但是以毒神的脾性，竟会说出见谅的话。秦无言，你这个信口雌黄未免扯得太过了吧？无论如何，在下的确是诚心前来结盟。宗主，如今我们共同的敌人是青云门，当年我们的劫难，实在不能再来一次了。既有此心，便暂且等待几日，容我考虑考虑吧。好了，你不用再跟着我了，回去找你的师兄师姐吧。哦，可是天书……哎，伤心花是被谁偷的？哈，原来你不是担心我啊！你这样跟着我是为了天书啊！当然，你的安危是最重要的。但是现在确保你没事了，天书还是应该找回来的，不然萧师兄回师门禀报，我跟鲸羽会被师傅打死的。哼！名门正派的弟子给魔教妖女烤兔子吃，打死也活该。碧瑶，我来找你是有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我是想跟你道别。那天晚上，你等了我一晚，是不是？傻子才等你一晚呢。我知道是我不好，要是我知道是你在等我，我肯定会去找你的。碧瑶，我帮你找回伤心花，再回青云，好不好？不用。伤心花认主的，就算对方拿走，应该也打不开。若真是万毒门的人，幽姨也去调查了。我看你就和我回胡溪山吧，让我爹想想办法，先让他克制住天书对你身体的危害。至于天书，以后再慢慢找吧。可是我是青云弟子，不能去。那你就等死吧。你没听守护灵说吗？这样下去，迟早会没命的。我知道你是对我好，可是你爹一直觊觎着天书，我担心。怕的话就算了。你不是要跟我道别吗？好，那我现在跟你正式道别，告辞。小兄弟何故而来？请坐。我看小兄弟身手不像是寻常江湖中人，请问尊姓大名？在下青云门弟子张小凡，不知阁下尊姓大名？我姓万，草字人王。万人王。青云乃是天下第一大门派，源远流长，道法精深，为世人所仰慕。小兄弟年纪轻轻便入得名门，未来的前途不可限量啊！先生过奖了，青云门弟子卧虎藏龙，
我实属朽木一根，不成器的。小兄弟过谦了。先生风尘仆仆的样子，不知是要去哪儿？天地之大，浩瀚无边，游历世间，大山古泽，随意而往。闲云野鹤，悠然自得，真是让人羡慕。小兄弟既是在青云门下，在下有个不情之请，不知小兄弟可否满足？先生，请说。在下从小就仰慕阁下这等修真高人，只可惜机缘不够，不得其门而入。而且，在下怎会有上不了台面之说？不要说是先生了，便是我同门中人，也常常嘲笑我。奇怪，在这位素未平生的人面前，我怎么什么话都愿意跟他说呢？先生，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？小兄弟，我因为对仙家之道比较感兴趣，所以多读了些书。有件事情，还想向小兄弟请教。先生，请说。这件宝物是否含有阁下的精血？可是两件事物合二为一。你可知道，这上面的珠子，乃是魔教的圣物？你说什么？此珠子乃是800年前魔教祖师黑心老人的遗物，名字叫做嗜血珠。你知道这珠子的来历，不知你可否愿意知道这黑色短棒的来历呢？请先生指教。这黑色短棒煞气极重，黑光润而内敛，人若近之，3丈之内，便被逼迫气血倒灌入心而死。实不相瞒，我第一次遇见
其实这等凶杀之气，数千年来并未出现过，只是在古书孤卷中偶有记载。小兄弟，真是福缘至深，居然可以得到这世上的2件至宝。小兄弟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会这样？我身为青云弟子，怎么会用此等邪物？邪物？你以为什么是邪物？有多少生灵死于此棍之下？难道还不是邪物吗？杀的人多，便是邪物吗？是。狮子、山羊、猛虎。我乃是万人王，一个游历天下的凡夫俗子而已。一个凡夫俗子，怎么可能知道这么多？你是魔教妖人。在你的心里，正邪之分就这么重要吗？既然如此，你怎么还会使用你手中这根魔教邪物呢？虽然它是邪物，可是我用它斩妖除魔，便是正道。我问心无愧，就跟我门中的诛仙剑是一样的。你能够想到这一层，那真是难得啊！难得啊！就凭你这个心思，便胜过了你们青云的任何人。哦，不，是胜过了这世间的大多数人。你究竟是谁？爹，别再说了，我们走吧。爹，你怎么会突然过来呀？伤心花都被人抢了，爹能不来吗？怎么会在你手里啊？这个你不需要管，你只要跟我回胡岐山，爹就把它还给你。我不跟你回去，我还有事要办呢。说走的是你，现在又不回去了，你到底要怎么样啊？你能不能给爹一个确认的回答？爹，碧瑶啊，这次你下山这么久，难道就一点不想爹吗？爹要是不来找你，你何时能让爹见上你啊？我也想见你啊。我还以为你长大了把爹给忘了。没有爹，还不是张小凡的。张小凡，张小凡，
不过这小子性子倔强，倒还是有几分像我当年的心智坚定。爹，既然你这么欣赏他，他手里又有咱们总舵的法宝，那你为什么不干脆把他抓回来？抓回去烧肉吃，还是抓回去做我的女婿啊？哎呦，爹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就是，我是说他手里的那根烧火棍。这噬血珠和摄魂被他的精血融合之后，居然成了血炼之物。如今这宝物除了他，没有人可以驾驭得了。我们即便抢回去，也是没有用的。哦，怪不得我觉得那根烧火棍有点古怪。碧瑶啊，你的心思爹难道还会不知道吗？但是即便是这样，以他那性格的倔强，我就是让他加入我教，这也是千难万难的，你明白吗？这本来就是不可能的。碧瑶啊，看在他解开你多年的心结，而且数次救你于危难之中，只要有机会，爹一定会还他这个人情的。爹，你说真的吗？爹说话素来一言九鼎，不过这要看他会不会到胡岐山来找你，爹再酌情处理。哦。杀的人多，便是邪巫吗？是。狮子、山羊、猛虎、兔子，他们也在杀，难道也都是邪巫？诛仙剑在1000年之前正魔大战中，杀戮了多少生灵，毁了多少人的性命？若论方今天下，世间宝物，真正杀人最多、杀气最重的，莫过于被你们青云奉为神明的诛仙古剑了。在你的心里，正邪之分就这么重要了。什么是正？什么又是魔？人活在世上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我看，你不如先跟我回胡岐山。至于被偷走的天书，慢慢找就是。我还是先帮你找到伤心花，再回青云门吧。
爹，你不会想像黑心老人一般？天书乃是上古秘术，迄今为止没有几人能够修习成功，爹不会贸然尝试的，放心吧。那这个伤心花你是从哪儿得到的？谁抢了你的伤心花，便是谁亲自送到胡岐山的。没想到魔教之人留下的伤竟越来越重，连运功法力都……不如我帮师兄你运功疗伤吧。好。那张小凡手中不但持有旷古未见的至凶法宝，而且我上次为他把脉之时，还意外发现，他竟然身怀青云、天阴两门的功法。天阴青云功法迥异，他是从何习来的？想必也是机缘巧合吧。可难得的是，小子修行未深，又终日与这大凶之物为伴，时日一久，必将被这法宝内的戾气所侵，性子有所改变，好杀嗜血。到了那个时候，正道岂能容他？我倒不是看上这小子的功夫了，而是因为他与碧瑶的几次生死与共，我看他是个重情之人。一个人的性子想要改变，虽说不是那么容易，但想想办法，倒也不是完全没可能。可惜了，要是早点遇见他，兴许还有别的用处。先生的意思是，用他替萧逸才？兽血已经用出，此时想再换一个祭体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况且，萧逸才作为炉鼎，此时是否已经被兽血侵蚀，还有待观察。萧逸才此人与张小凡恰恰相反，野心太大，只怕来日不好控制。宗主多虑了，如果他想造反，即便我们不出手，青云又岂会放过他？
靖宇，没事吧？没事。你在定海庄内也是连番受伤，别逞强了。我去给你找点吃的吧。多谢师兄。喝下这兽神之血，你便将拥有强大的力量。不过，你得为此付出相应的代价。每当月圆之时，你将会短暂地变身成嗜血怪物，而沾有你鲜血的人也将逐渐被兽化。我不能让任何威胁存在，我不能失败，不能被师妹遗弃。靖宇，对不起了。熬了一碗调理气脉的药，内伤刚好，实在不宜运动。我看你也有点气力不济，别把自己累坏了。快，把药喝了吧。师兄，你喝吧。你也受了重伤，我还能坚持。自己师兄弟，干嘛这么客气？这样吧，师兄喝一半，你喝一半。多谢师兄。我抓住你！来呀，追我呀！快，你追不上我，笨蛋！来呀！你站住！张小凡，你站住！有种别跑！来追我呀，笨蛋！站住！抓到你了！你抓不住我，笨蛋！过来！来呀来！哎，抓不住我！哈！小凡，青羽，你长大了。
金宇，这就是草庙村。这就是我和小凡的故乡。没想到一眨眼，过去这么多年了。其实凶手多半是炼血堂的妖人。既然你已经报了仇了，该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。其实凶手是谁，一直都没有确凿的证据。但是天理昭昭，相信所有的真相都会水落石出的。萧逸才失职的书信已经送到通天峰了，他和鲸宇今天就要回来，可是小凡还是没有消息。想是啊，老七贪玩，山下呢是个花花世界，那是他说能回来就能回来的。嗨，夫人放心，等他回来了呀，一定再打他板子。你当他是老六他们？小凡向来老实，不懂那些偷奸耍滑的招数。你要让他回来，他绝不敢拖延。我是担心他是不是又落到了魔教的什么陷阱里面。萧逸才的信上还说，他与鬼王宗勾结。哎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老七是什么人，我还不了解吗？鬼王宗骗他干什么呀？熬汤喝呀！一定是萧逸才他们妒忌咱们大竹峰，背后放冷箭，一个德行。瞧你这脾气，说着说着就急了，快喝茶吧。你当我家是万毒门呐？随便换身衣服就想混进来？要不是我爹早命弟子上山迎你，恐怕你连半山结界都过不去。伤心花找回来了。那就好。那我走了。感情你冒着生命危险上胡岐山，就是为了这个呀？既然来都来了，喝杯茶再走吧。好。你把伤心花里面的天书给你爹了？对啊，他是我爹呀。而且我爹答应我，等你来了以后，就帮你把体内天书取出来。不行，我不会再给他一卷天书的。你不把天书拿出来，回师门以后，要是被发现，会被赶出师门的。我们要是真对你有什么不利的心思，至少等你被赶出来之后再收留你，不也一样吗？你爹呢？我想跟他谈谈。我爹他没空理你。哎，你就不能先不回去吗？我取走了天书，是萧逸才亲眼看见的，现在落到鬼王手里，你们青云门却派你这个小弟子来拿走，这也太看得起你了吧？这不一样，静玉已经回去了，他要在掌门面前独自承担责任。
如果我拿不到天书，他就完了。你还是先担心你自己吧。鲸鱼，他至少有一个什么龙首峰的首座做师傅，就算要挨罚，也有人为他撑腰。而你呢？你有谁啊？希望我回去之前，不会出什么大事。岂有此理！天书之事事关重大，怎能怀有隐瞒之心呢？平日看他行事端正，怎么现在竟然善恶不分，正邪不辨？弟子受伤未愈，也是一时大意轻信了。只是这一路上回想起来，越想越觉得不对劲。怎么可能于都和定海庄2卷天书皆未寻回？所以弟子怀疑，林师弟表面上让小凡追讨天书，实际上，则是去鬼王宗通风报信。恐怕眼下2卷天书都已经落到鬼王手里了。按说，他是苍松师弟的弟子，不应该这样。色令智昏。弟子还记得避火天冰湖时，那鬼王之女碧瑶便与小帆和金羽在一起了。此事齐浩师弟也是知道的，所以弟子怀疑，很有可能就是那个时候，他便与魔教鬼王宗勾结在一起了。草庙村被屠，多半是魔教妖人所为。若说他投向魔教，这不太可能。但是，若说他被妖女所迷惑，这倒极有可能。此事必须要重罚。待我跟你苍松师叔商讨之后，再做定夺。你下去休息吧。是。你且说说那张小凡，为何你们经历了这么多曲折之后，这天书依然还是落到鬼王宗的手中？弟子和小凡已经尽力了。鬼王机关算尽，先是入侵万福古窟，而后趁我们和长生堂相争之际，坐收起力。小凡已经前往胡岐山，设法夺回天书。他一个正道中的子弟，竟然跑到鬼王宗的总舵去，你到现在还信他？师父，小凡经历于都之事后，心智已今非昔比，他会谨慎行事的。他的事暂且不提，为师自有计较。好了，你回去休息吧。师父。你是碧瑶在教外的第一个朋友，有这个胆量赶上胡岐山来，便值得与我喝一杯，先干为敬。这第2杯酒，我敬你毫不犹豫地喝下了第1杯酒。由此看来，你还是相信我的人品的，请。前辈要是想下毒，也不会急于这1时3刻。那日在茶棚见到你，我便知你虽叫张小凡，却有不凡之姿。我先是没有猜到，万先生就是鬼王宗的宗主。事情，你数次舍命相救碧瑶，是鬼王宗欠你的人情，所以我才会敬你，跟你坐着喝酒。如果换做青云的其他人，我可就没这么客气了。魔教为了排除异己，心狠手辣，正道都很清楚，承您过誉了。哼，正道魔教。不过是你们所谓名门正道的一些虚词而已，何必这么认真呢？认真？
前辈可否记得青云山下的草庙村？草庙村，确实是伤心之地呀。一定是魔教。这几年来，鬼王蠢蠢欲动，想要一统魔教。而且除了他以外，还会有谁这么丧心病狂？伤心之地，那是我与鲸羽的故乡。我的爹娘，还有村里的百姓，都被魔教给杀害了。你说什么？灭村之仇，不共戴天。既然今日提起，我便问你一句：草庙村被屠，是否与你有关？张小凡，你不要血口喷人。草庙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小村庄，村里的人善良平和，从来没有与外人结仇结怨，却在一夕之间被斩尽杀绝。你和我说过，你跟你娘曾在村旁的山洞藏身，也就是说，在屠村前后，不光有炼血堂的人，还有鬼王宗的人曾在附近出没。你之前不是也说过，在避火天冰湖的时候，你告诉我，杀你家人的凶手其实是炼血堂。在鱼都的时候，我问过野狗，严老大埋伏在河阳，是在屠村之后。他为了不打草惊蛇，绝对不会做出屠村之事。那我们也不可能无缘无故杀你们的人呢。这是我想问的。碧瑶娘亲过世之后，我闭关多年，不理外间之事。此事，我确实是毫不知情。我执掌鬼王宗多年，是我干的就是我干的，不是我干的事情，我也绝不会背这个黑锅。草庙村被屠，绝非我鬼王宗所为。不仅不是我鬼王宗所为，这些年，我总坛各派都有消息互通，也应该不是别派所为。你是否亲眼所见凶手？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我行事一向坦荡，是我下的决定，我一定会认的。但我说不是就不是。那又是谁？父母之仇确实得报。你入青云多年，草庙村又在青云脚下，难道你的师门就从来没有查过吗？自然是查过，没有查到，对吧？我说句实话，你莫要生气。这么大的事情，若真心想查，不至于查不出来吧？只是看上不上心而已。灭村之仇，在你心里是天大的事，但是在苍松和道玄的心里，可能就是无足轻重罢了。休要辱我师门！我不过是有一句说一句罢了。不过，此事查不出来，还有一个可能，那就是有人在故意阻挠，此事水落石出。不可能。鬼王宗虽僻处胡岐山，但情报的本事，我从不敢过谦。你若愿意留在鬼王宗，我一定倾全派之力替你查出凶手，给你的亲人报仇，还会教你一身本事，让你从此在江湖扬名立万。不必说了，我与鬼王宗终究不是一路人。你要离开，我也不加阻拦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体内的天书该如何处置啊？必要让我替你提取天书，我先前应承，但是现在我不得不提醒你，这个功法乃是上古传下来的霸道秘术，一旦入体，将与你的奇经八脉融为一体。若要强行取出，定会毁去全身的经脉，与废人无异。
可若是让他留在你的体内，你又不懂得修炼之法，假以时日，你终将会变成一个浑浑噩噩的痴傻之人。唯一两全的办法，就是我将第2卷天书授予你，助你修炼，融会贯通。只有这样，你才能拥有强大的力量。也就是说，我不加入鬼王宗，我就必死无疑了。正是。所以自然现在我不会帮你取出天书。等到你的功法无法控制，震断了全身的经脉，我自然会来取走。我想问前辈一个问题：死我一人，与死千千万万的人，孰轻孰重？你想要得到天书，无非是想复活兽身。兽身重现世间，必定会有更多的人死于你的野心之下。张小凡，我当真是低估了你的胆量了。第2卷天书你已经拿到了，我打不过你，也拿不到它。可是我体内的天书，你休想拿到。就算我明天死了，我也会去一个你不知道的地方。小凡，你疯了吗？碧瑶是我的朋友，我自然不会跟他动手。但是我张小凡绝对不会听从于你。你想清楚了？该想清楚的人，应该是你。你的心里一定有很多遗憾吧？不甘、怨恨，我也有。我的家人都死了，我今天所做的努力，就是让这一切不再发生，不让更多的人死去。放肆！你信不信，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？爹！因鬼王宗碧瑶用法宝收走了第2卷天书，小凡前去追讨，希望能设法追回。而师兄受了伤，我们先回师门向师门禀告。此事可都属实？弟子不敢欺瞒。林惊羽，你可知你错在什么地方？弟子不知，请掌门明示。师尊。林师弟也是迫不得已，毕竟鬼王宗诡计多端。那妖女先是骗取了小凡跟惊羽的信任，然后再伺机而入，尾随我们窃取天书。林惊羽，我记得本门交给弟子们的，可不是什么化敌为友的那一套。掌门明鉴，弟子绝非化敌为友，只是形势紧迫，不得不共御强敌呀。那为什么不让鬼王宗跟长生堂他们决一死战之后，你们再将其一举擒获呢？弟子们不想伤及定海庄内无辜的百姓。魔教得到天书的后果，哪个更为严重？难道你们想不到吗？还有，让那个妖女夺走了天书，你们为何不将她擒下，然后再与鬼王宗交换天书？师尊息怒，师弟们也是一时糊涂，受到了迷惑。先是在于都丢失了第1卷天书，又在定海山庄将如此重要之物拱手让人。苍松，在。按你戒律堂的门规，万万不可网开一面。是。师兄啊，此事牵扯内情甚广，而且还有一个涉事的弟子张小凡未归。我看要是问罪的话，
不如等他回来，一同审问。而且田师兄那儿，我们也要知会一声的。我看不如这样，我先将青羽带回去，把他禁足在我们龙首峰。等到张小凡回来以后，我们让他们2个人。 我先走了。金宇，金宇，你没事吧？金宇，是我呀！金宇，金宇，清醒点，金宇！ 孽畜！ 他从玉清殿出来，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竟然惊动了灵尊，被苍松师伯一剑给砍下去了。苍松下了这么重的手，听通天峰的那些师兄们议论，说林师弟这次下山，好像是中了魔教的妖术，还勾结魔教妖人，肯定要受重罚。他可是我们青云这些年来最有天赋的弟子。哎，你去哪儿？向掌门师兄问个清楚。你要问什么呀？ 掌门师兄又不是个糊涂人，能问出什么来？若不是情非得已，证据确凿，苍松不会下此重手。林惊羽，那是他门下最得意的弟子。小凡和他一直背负着血海深仇，怎么可能勾结魔教背叛青云？况且小凡一直跟他在一起，至今仍未归，恐怕情况比他更糟。你先不要着急。 我看此事必有蹊跷，我怎能不急？勾结魔教可是我们青云门派里最严重的罪行，你忘了当年？好了，当务之急是先救下林惊羽这条命。有什么事情，等小凡回来后再问明缘由。我先去看看。 娘，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我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但是想起七脉会晤之前，灵尊无故发怒，想必是已经察觉到林惊羽有意。此事绝无可能。 若是林惊羽有变，你我岂无察觉？再有，这个怪物到底是什么？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？这
便是鬼王宗的妖术。他们下山之后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现在还未可知。但是林惊羽有意，定是魔教妖术无疑。若非魔教有反扑之势，埋伏下暗线，还有什么其他可能？事情未明缘由，掌门师兄啊，不能擅下决断。不把他关起来，难道就这样任他一副怪模怪样的在门中走来走去？你置门中其他那些无辜弟子于何处？况且他勾结魔教，触怒灵尊，伤害同门，没治他死罪，已经是对他很大的宽容了。掌门师兄啊，勾结魔教，事关重大，这万一是魔教的离间之计呢？我看先不妨将他禁足，暂时不蒙定罪。你又是如何判定他是无辜的？眼下2卷天书已经落入鬼王宗的手里，现在事态未明，绝不能让我们青云门中留有任何的危险。之前根据我对这个弟子的接触，虽说他有些狂妄自大，但是心性纯良。此次下山余都之行，他的表现堪称是我门中弟子的翘楚。或许是定海庄一战受了伤，中了魔教的圈套，也未可知。哪怕是受了魔教的侵蚀陷害，也绝不能姑息。就算是饶过他的性命，也必须要废了他的修为。掌门师兄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林惊羽，我相信他绝非情愿。如果真的是魔教加害于林惊羽，我们这么做岂不是雪上加霜吗？再废了他的修行，那我们青云门中岂不白白损失了一名得力的弟子？掌门师兄啊，这恰恰是中了敌人的奸计。师弟，你没有亲眼看见他魔化惊动灵尊的那一幕，修炼多年的青云功法都无法化解，只是勉强压制住。若不废掉他的修为，万一哪一天伤及到青云中的无辜弟子，那我们岂不是养虎为患？唉，6年前草庙村血案犹在眼前，他和小凡是我亲手将他们带入青云门中的。这2个孩子相依为命，无依无靠。那日我们齐脉师兄弟的话，我也是犹在耳边，记得清清楚楚。师兄啊，你不觉得这兄弟俩的情谊似曾相识吗？当年万师兄一事，若不是魔教朱雀盛世离间之计，你我兄弟何至于走到今天这步田地？当年的事情，我也是万般无奈。师兄啊，当日你可以网开一面，那今日为何不能？我差点去万都门找你，你竟然跟你爹先跑回来了，还好没出什么大事。
哎呀，我一回来就让爹赶紧送信通知你了。张小凡呢？他也来胡七山了。什么？他不要命了？当然要了，他只是担心我。优姨，我该怎么办啊？你不要问我，你要问你自己，你想怎么办？我当然想他留下来了，但我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。他身体里的天书，抽出来也不行，留着也不是，而且他昨天和我爹大吵了一架。哎呀，我当时好担心我爹，万一他强行施法，那可怎么办？这个局面，就是我曾经跟你说的，迷祖深陷，无法自拔。优姨，我只是不想他有事。人的这一世，有很多的不想，可是又无能为力。张小凡不想这魔两派再继续打打杀杀下去。在很多年前，有一个人曾经跟他一样，他拼尽全力，可到最后还是两败俱伤，生死不明，一切早已注定。小凡说过，人一出生，便注定了一辈子的缘分。可有些缘分，还是趁早断了吧。如果我不想断呢？那你想他死吗？或者生不如死？只得这黑水玄蛇，效果并不明显。那天书呢？天书倒是能起作用，可只有一卷，阵法随时都会崩溃，也只不过是重蹈黑心当年的覆辙而已。依我看来，还是要完善4灵血阵，外加找齐5卷天书，方为妥当。黄鸟、魁牛、饕餮、烛龙4灵。花些时间还是能找齐的，可要找天书，希望实在是太渺茫了。我们煞费周章，也只是找回2卷，而其中1卷根本是看得见摸不着，太难了。找齐1卷是1卷吧，到时若是实在不行，别等萧逸才完全受化，外加4灵血阵和1卷天书强行催动。也并非是全无可能，只是维持这阵法需要大量的灵力，其中必是有一番凶险。比起维持这血阵，恐怕要想从张小坟身上抽取天书，会更加的凶险。这小子实在是太固执。全然不配合，难道连碧瑶也没有办法说服他吗？再给他们一些时间吧。若还是这样执迷不悟，只能另做打算了。这小子根骨尚佳，若不是毁在青云，未来必有一番成就。我还是走吧，免得碧瑶为难。
秦无言，张小凡，原来偷伤心花的是你。哼，当真是冤家路窄，没想到会在这里碰上。余毒之事，今天跟你一并清算。我与秦无言的仇怨极深，请前辈莫要插手。你们俩的恩怨与我无关，但在胡岐山，来者皆是客，禁止私斗。如此，那在下先告辞了。你是必要第一个在外结交的朋友，却也是第一个来胡岐山看他的人，莫要让他失望。哇，没想到在我家能吃上你做的饭，全天下的厨子加在一起都比不上你。你喜欢就好。等我走了以后，你也要好好吃饭，照顾好自己。青龙说了，你最近常常受伤，内力衰竭，短时间很难恢复，千万不要逞强。你要回去了？嗯。师父从草庙村把我带到青云，从小把我抚养长大。无论如何，我都是青云的弟子。而且你爹对我下了禁止，要是再不走的话，他可能就要强行动手了。他不会把你怎么样的，我会护你周全。你是他的女儿，你应该清楚，他到底会怎么做。碧瑶，我不希望你为难。有一件事情，我想求你。如果我被天书控制了，你就……你想说什么？在滴血洞的时候，你也说过，如果你撑不下去了，就让我杀了你。我也一样，我不能让青云门蒙羞，不能让魏城主白白牺牲，所以我绝对不能让天书落到你爹手里。快吃吧，不然都凉了。
林金羽，跟我走吧。金羽啊，这次按照青云的门规，师父要废去你的修为，把你逐出青云门。师父，我没有勾结魔教，我也不是兽人。您忘了当日七脉会武之后，您将那兽人打伤后，便赶出了青云吗？我这一生拜师父所赐，师父要取我性命，徒儿毫不犹豫。只是这件事情若不查清楚的话，弟子被罚事小，徒令师门蒙羞啊！你这一生俱拜我所赐，若将来得知真相，你也必会对为师拔剑相向。原谅师父，不能容威胁存在。景宇啊，我当然是记得，可是我要问你，你为何会变得和那个兽人一模一样？什么？金羽变成兽人？据说他兽化之时，连灵尊都冲出来了。怎么会这样？那掌门怎么说？废其修为，逐出青云，通告七脉，以儆效尤。不可能，林金羽绝不会去练什么魔教邪术。你去哪儿？师姐，金羽怕是被魔教妖人算计了，我不能袖手旁观。